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開始今天早堂嘅崇拜，請會眾一同站立。若有弟兄姊妹唔方便嘅，可以坐喺個座位度，同我哋一齊敬拜。萬民啊，你們當讚美耶和華；萬民啊，你們都當頌讚他，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。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主耶和華滿有憐憫同埋恩典，佢坐着為王，掌權萬有。呢個時候，讓我哋敞開我哋嘅心，頌讚我哋呢一位滿有恩典嘅主。主耶和華滿有憐憫和恩典，我投靠在你慈愛蔭下。當我為錯，耶穌雖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歡呼喜樂。你坐着無論呢一個世界係多麼個動盪，我哋嘅環境係多麼個無奈，我哋要繼續嘅去仰望我哋嘅神，因為佢仍然坐喺寶座上，佢擁有我哋嘅生命嘅答案，佢正在坐喺寶座上，垂聽我哋嘅呼求。早晨
你係永遠坐着為王，你掌權萬有。呢個時候，讓我哋渴望喺你嘅殿中去瞻仰你嘅榮美，專心嘅去尋求你，一生嘅去敬拜你。我願喺你嘅殿中俯伏嘅去敬拜、稱謝你。我願在你殿中俯伏稱拜稱謝，述說你恩典，思念你的慈愛，述說你的榮耀，敬拜到永遠。耶穌，耶穌，聖潔的羔羊，耶穌，耶穌，一生敬拜你，在你殿中一日，神別出主前日，心何等甘甜，瞻仰你的容面，聆聽你的聲音，進入永恆間。耶穌，耶穌，聖潔的羔羊，耶穌，耶穌，一生敬拜你。我願在你殿中俯伏敬拜稱謝，述說你恩典，思念你的慈愛，述說你的榮耀，敬拜到永遠。耶穌，耶穌，聖潔的羔羊，耶穌，耶穌，一生敬拜你，在你殿中一日，神別出主前日，心何等甘甜，瞻仰你的容面，聆聽你的聲音，進入永恆間。耶穌，耶穌，聖潔的羔羊，耶穌，耶穌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。係嘅，主啊，我哋一生都要來敬拜你。
主我們嘅神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今天我哋眾弟兄姊妹一齊嘅嚟到你嘅殿中，我哋一齊嘅圍繞喺你嘅施恩寶座前，我哋要同天上嘅眾天軍天使，我哋要同地上嘅萬國萬民，在這你分別為聖嘅日子主日，我哋來到主面前，我哋敬拜你，要向主我們嘅神獻上我哋衷心嘅敬拜、讚美、感謝。主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你是王，你坐作為王，你是統管天上萬有嘅主宰，你亦是主宰喺世間上，喺人間每一個人生命嘅主宰。你主宰你嘅兒女們嘅生命。我哋深信，即使係洪水泛濫、患難嚟臨，你仍然係坐着為王，因為你作王掌權一切嘅事。我哋感謝讚美你，親愛主我哋嘅神，願你繼續嘅臨在喺我哋中間，接納我哋眾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獻上我哋嘅奉獻，我哋嘅心，我哋嘅靈，我哋整個人，我哋嘅一切全然嘅奉獻俾你。我哋要歌頌你，因為你配得一切嘅稱頌。我哋要敬拜你，我哋要俯伏喺主嘅腳前下拜。願主你悅納我哋喺你面前所獻上嘅。主啊，我哋對你嘅敬拜，願你嘅名係得着極大嘅榮耀。願我們都像當年嘅瑪利亞，安靜嘅坐在主嘅腳前，去聆聽主嘅話語。願你再一次嘅用你嘅話語來更新我哋嘅生命。願你借你嘅話語對我哋每個人講說話。主啊，讓我哋得着瑪利亞當年所得着嘅這上好嘅福分。我哋多謝你，恭敬將以下呢一段嘅神聖嘅時間仰望交託主，誠心禱告交託，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求。大家請坐。啟應經文，耶和華說：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。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邊界。我們生活、動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們作詩的，有人說，我們也是他所生的。誰知道主的心？誰作過他的謀士呢？誰是先給了他，使他後來償還呢？請大家起立，讓我們宣告信仰。
我信神，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神的獨生子，因聖靈感孕，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於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陰間。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，將來必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義公之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門。請大家坐。讓我們恭讀經訓，喺撒母耳記上1章1至8節。以法蓮山地的拉馬索菲有一個以法蓮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蘇弗的賢孫。
托戶的曾孫，以利戶的孫子，耶羅罕的兒子。他有2個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比利拿。比利拿有兒女，哈拿沒有兒女。這人每年從本城上到示羅，敬拜祭祀萬軍之耶和華。在那裏有以利的2個兒子何弗尼、非尼哈，當耶和華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獻祭的日子，將祭肉分給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兒女，給哈拿的卻是雙份，因為他愛哈拿。無奈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。比利拿見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，就作他的對頭，大大激動他，要使他生氣。每年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，以利加拿都以雙份給哈拿。比利拿仍是激動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飯。她丈夫以利加拿對她說：哈拿啊，你為何哭泣不吃飯，心裏愁悶呢？有我不比10個兒子還好嗎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朝早呢，我哋繼續去領受神嘅説話。我哋係去睇另外嘅一本書。我哋感謝主呢幾年呢，我哋喺我哋嘅本堂嘅牧師傳道講道嘅時候呢，我哋係將聖經裏邊從舊約到新約嘅66本書，我哋呢係一本一本嘅去領受神嘅説話。咁我哋嘅做法呢係一本舊約完咗就過到一本新約，跟住翻去舊約。咁我哋剛剛結束咗以弗所書，記得嘛？咁我哋就家下呢就呢去睇呢一個嘅舊約另外一本書叫做係撒母耳記。撒母耳記呢就分開撒母耳記上同埋撒母耳記下。咁就今日我哋開始撒母耳記嘅第1章。其實我哋係睇到第2章嘅第1節到第10節㗎，一陣間我哋會睇。咁撒母耳記第1章嘅第1節一路到第2章嘅第10節呢，當我去預備講章嘅時候呢，我領受神嘅説話呢，我得出一個嘅主題啦。呢個主題就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神神呢係作王掌權，神作王掌權。剛才呢我哋嘅同工帶領我哋呢讚美主啦，即係第一首歌呢裏邊有講到話神係坐着為王。我哋好熟悉呢節嘅呢一句話，因為取自詩篇裏邊嘅詩人嘅一個嘅信念，就係話當洪水泛濫嘅時候，耶和華坐着為王。當洪水泛濫即係表示咩啊？當患難嚟到，當大難臨頭嘅時候，耶和華仍然係坐着為王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佢仍然係掌控一切嘅。我哋大難臨頭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咧就認為係失控啦，呢個環境失控嘅，我控制唔到啊，冇人控制到啊，我慘啦，我死緊㗎啦。但係詩人就話，當
大難臨頭嘅洪水泛濫嘅時候，耶和華係坐着雲王，唔係失控㗎，佢係控制緊嘅，佢係掌權嘅。咁你係咪咁樣相信呢？呢個係唔係你今日成為上帝兒女嘅時候呢？你嘅信念呢？咁今日我哋透過呢一個嘅我哋嘅呢一個今日要睇嘅撒母耳記上嘅第1章到第2章第10節，我哋睇下今日神嘅說話點樣去幫助我哋認識神是王，神是我哋生命中嘅王。喺一切睇起嚟好似失控嘅環境底下，佢仍然係控制緊嘅，佢仍然係掌控緊嘅。喺希伯來文嘅聖經裏邊，嗰個嘅次序咧，同我哋嘅呢一個嘅家下翻譯成中文嘅聖經次序有啲唔同。喺我哋中文嘅聖經舊約聖經嘅次序呢，我哋大家記得我哋之前睇咗士師記嘛，係咪？跟住呢，我哋睇咗另外一本書嘅，先到呢個撒母耳記嘅，係咩啊？士師記跟住到咩啊？睇咗噶啦，喺崇拜講嗰度噶啦。士師記跟住到咩啊？路咩啊？路得記啊！有冇領受咗神嘅說話啦？咁今日到撒母耳記，但係咧喺希伯來人嘅呢一個嘅希伯來文嘅呢一個聖經裏邊咧，就士師記就跟住就到撒母耳記上下啦。嗱，佢哋唔係話冇路得記，佢將路得記咧係放喺另外嘅地方。嗱，點解希伯來文嘅聖經係咁樣嘅編排呢？原來希伯來文嘅聖經裏邊，士師記同埋撒母耳記上下呢，係嗰個裏邊嘅神嘅呢一個信息呢，係有個連貫性嘅。有冇人記得喺士師記裏邊，大家聽講到，大家讀聖經嘅時候，記唔記得喺士師記裏邊嘅時候，嗰度裏邊呢，我哋睇到當時以色列人呢，有王未啊？未有王啊嘛嚇，所以神就興起一啲人做佢哋嘅領袖，又被稱為係士師。我哋最熟悉就係呢一個嘅邊個係參孫啊嘛，其實唔止嘛，好多個啊嘛，成10幾個嘅呢一個嘅士師嘅。但係喺士師記裏邊呢，有一句聖經啊，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，係重複咗有幾次嘅。嗰段聖經講咩啊？有人唔記得？在那些日子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都行自己看為對嘅事。雖然佢哋冇王，但唔表示佢哋冇王管。其實耶和華上帝就係佢哋嘅王。但係佢哋卻不願意讓神做佢哋嘅王，所以士師記裏邊我哋睇到當時啲人呢，佢哋呢各人都行自己看為對嘅事，或者有啲聖經翻譯係各人都行自己眼看為對為正嘅事。成本士師記嘅記載，我認為啱我就做啦。其實呢個係咩啊？弟兄姊妹，呢個就係罪嘅另外一個定義啦。我哋唔需要等到殺人放火作奸犯科先叫係罪啊嘛。當我哋每個人都去做我看為對為啱嘅事嘅時候，呢個就係罪嚟嘅。你話有咩唔啱啫？我認為啱為對做，咁你看為啱為對嘅事，係咪都係神看為啱為對嘅咧？你看為啱為對，唔係等於係神看為啱為對嘅。
記唔記得喺列王記上、列王記下，遲啲我哋會睇嘅。嗰度係講到以色列人嘅王啊。每當聖經介紹以色列人嘅王嘅時候呢，就先講佢呢個王係點樣嘅王。呢位王某某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。有啲王聖經咁樣介紹佢係某某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。有冇睇過？呢位王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嘅，唔係話佢行自己眼中看為正嘅。你分別到兩樣唔同嘛？我哋翻到今日嘅經文，今日經文記載喺有一個人係嚟自以法蓮嘅。你留意喺士師記啦，有好幾個行自己眼中看為正，結果係犯罪嚟㗎。佢哋都嚟自以法蓮嘅。咁今日嘅呢一個聖經記載呢個人咧，叫做以利加拿，佢都係嚟自以法蓮嘅。以法蓮係12個支派裏邊嘅一個支派。咁呢一個嘅人咧，係娶了2個妻子。頭先我哋讀咗啦，佢個名叫做以利加拿。佢有2個妻子，一個名叫哈拿，一個名叫比利拿。比利拿就有兒女，哈拿就卻冇孩子。呢個人每一年從佢嘅本城去到示羅，當時以色列人敬拜神嘅地方名叫示羅，去敬拜耶和華神，獻祭俾耶和華神。咁以利加拿呢，佢喺獻祭嘅時候呢，佢就將祭肉按照呢一個嘅摩西律法規定咧，獻祭呢係祭牲嚟嘅，係羊嚟嘅。獻咗祭啦，嗰個肉呢就可以分嚟食嘅。就按規定有一啲部分係俾呢個肉，呢個羊嘅身上嘅一啲部分嘅肉係歸祭司嘅，有一啲呢係歸百姓嘅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呢就將祭肉呢就分嚟食。咁呢個以利加拿呢就分俾佢妻子比利拿同埋比利拿嘅所有兒女。聖經強調話佢分俾哈拿係雙份，因為佢愛哈拿。咁我喺度咧就停一停，我想問大家喺呢段經文裏邊咧，你有冇睇到呢一個嘅以利加拿？佢係喺邊方面係行自己眼中看為對嘅事？有冇？成本士師記都係咁樣信息。咁我哋進入撒母耳記上下啦，喺呢一個嘅各人都行自己看為正嘅事嘅時候呢，我哋去睇呢一個撒母耳記上下，睇下誰人邊一個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嘅，邊一個係行自己眼中看為正嘅。呢一個嘅以利加拿有幾個妻子啊？有2個。你有冇發現喺舊約聖經有好幾個人物有2個妻子嘅？有冇？你好快就講到出嚟，有邊個？亞伯拉罕啊，係嘛？有好多個聖經人物。咁我哋有信徒就問啦，咁係咪上帝允許人係有2個妻子，或者有2個妻子以上呢？呢個係咪啱嘅呢？其實呢個就係人自己看為正嘅事。我哋睇下舊約聖經，以色列人看為對嘅婚姻，嗱，佢哋看為對嘅婚姻係咩啊？係多妻。但係上主，我哋嘅神看為對為正嘅婚姻係咩呢？我哋好熟悉㗎。因此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好清楚嘅創世記，後來主耶穌喺馬可福音再引述創世記，主耶穌都係重新嘅肯定。上帝看為正為對嘅婚姻係咩呢？弟兄姊妹，係一夫幾多妻啊？
一妻，係兩男兩女嘛？唔係，係一男一女，同埋呢係一生一世嘅，二人成為一體噶啦，再也唔可以分開。所以神嘅心意裏邊啊，神看為正為對嘅婚姻啊，各位青年人，各位在座嘅家長，請你記得呢一個神看為正為對嘅婚姻，神賜福嘅婚姻係咩啊？係一夫一妻，唔係一夫多妻，亦都唔係一妻多夫，係一男一女，絕對唔係兩男兩個男人，亦都唔係兩女兩個女人，係一生一世，唔係中意就一齊住埋，唔中意就分開。我哋記得下，神看為正為對嘅婚姻。所以舊約我哋見到嗰啲記載啊，千祈唔好以為呢一個係神看為正為對嘅，都係人自己看為正為對嘅。我哋睇翻以利加拿嘅呢一個嘅家庭，呢一個人看為正為對嘅婚姻，有兩個妻子，有冇問題？弟兄姊妹，有冇？有問題嗎？問題喺邊度？哈拿不能生育，比利拿就生育。咁以利加拿就睇到哈拿沒有生育，就同情佢，特別愛佢。呢個就係一個兩個嘅妻子嘅家庭嘅帶嚟嘅問題。我哋睇下呢一個嘅家庭嘅問題係咩呢？哈拿佢遇到咩問題呢？耶和華卻使哈拿不能懷孕，因為耶和華使哈拿不能懷孕，他的對頭係邊個啊？比利拿就盡力刺激他，使他苦惱，年年都是如此。每逢哈拿去耶和華殿嘅時候，比利拿總是刺激哈拿，使到哈拿哭泣，吃不下飯。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對她說：哈拿，你為什麼哭泣？為什麼不吃飯？為什麼心裏難過呢？你有我，不是比有10個兒子更好嗎？剛才我哋讀咗哈拿佢遇到咩問題？弟兄姊妹，佢不能生育，而聖經講咗2次，係耶和華使佢不能生育。原來耶和華係主宰一個女子是否能夠生育嘅。耶和華使到哈拿不能生育，佢嘅對頭啊，另外一個女人啊，都係佢丈夫嘅妻子啊，就講啲説話刺激佢，令到佢成日喊到呢食唔落飯，喺佢丈夫面前喊，佢丈夫安慰佢：點解你難過啦？你有我唔係好過有10個仔咩？喺古代嘅呢一個女人不能生育呢，係一件好痛苦同埋覺得好羞恥嘅事情啦。今日現代嘅女性都唔見得好得多，如果不能夠生育，都好難過。呢個就係哈拿佢嘅人生裏邊嘅一個嘅遭遇。我弟兄姊妹，可能我哋未必係好似哈拿咁樣嘅遭遇，即係不能生育。但係我相信都遇到類似嘅呢一個嘅遭遇，即係話
我哋喺人際關係裏邊，人與人相處嘅時候，有人係講咗一啲刺激我哋嘅説話，有人係對我哋講咗一啲好難堪嘅説話，令到我哋好難受。呢個人可能係家裏邊嘅一個同處嘅家人，呢個人可能係我哋職場上邊一齊返工嘅同事或者上司，呢個人可能係我哋讀書嘅時候班上邊嘅某某同學，呢個人可能係我哋住嘅街坊鄰舍嘅一個街坊。我哋都經歷過被人去欺壓、去欺負、去霸凌、去講一啲刺激我哋嘅説話，去做一啲嘅行為刺激我哋。有冇？有冇咁經歷？我相信我哋多多少少有咁經歷。當我哋遭遇到咁樣嘅事情嘅時候，我哋會有乜嘢嘅反應呢？你個反應係咩啊？俾人欺壓你，俾人蝦你，俾人講啲説話刺激你。頭先我所提到嘅嗰啲嘅環境啊，學校、返工嘅地方、街坊，你見到我好似冇提到教會啊？教會有冇啊？我希望冇啊。但萬一有咗點啊？你話而家陳牧師，我會同你講話，我申請轉會。咦？你去咗另外一間教會一段時間，又有咁嘅事情諗到喎，又有一個人又咁樣咧就去咧同你作對喎，咁樣咁你點啊？又轉會係嘛？轉到邊度啊？我哋點做？你個反應係咩啊？如果係未信主嘅人，俾人哋蝦，俾人哋刺激，俾人哋作對，又或者按照你嗰個本性，你要點樣啊？以咩嘢還咩啊？你講噶嚇，我冇講啊。以牙還牙係嘛？以眼還眼係嘛？報仇咯，使乜驚佢啊？係嘛？我睇下喺聖經裏邊有另外一個類似嘅一個情況喎，就係亞伯拉罕嘅家庭，記得嘛？亞伯拉罕佢以前嘅名叫亞伯蘭，佢嘅太太撒拉以前嘅名叫撒萊。神應許俾亞伯蘭，雖然佢一把年紀，佢太太一把年紀，但係神應許話將來賜俾佢哋一個仔，呢個係應許之子。呢個仔將來成為一個嘅後裔係眾多嘅後裔，多到好似天上嘅星星、海邊嘅沙㗎。但係等到冇晒信心啦。撒萊都見到自己不能生育，咁就出主意俾丈夫啊！我呢度有個婢女啊，有個侍女啊，佢叫做夏甲啊，埃及人啊，不如你同佢同房啦，等佢生到仔咧就歸喺我名下。咁啊呢個亞伯蘭啊，糊里糊塗就同意咯。咁所以就撒萊就將佢嘅侍女夏甲，埃及人，俾咗丈夫亞伯蘭同佢同房，生咗個仔，個仔咩名？以實瑪利，係咪？問題就話當個仔未出世啊，
懷緊孕嘅時候啊，夏甲啊有生己嘅時候，因為佢有生己啊，佢個儲母啊撒萊冇生己啊，佢就睇唔起佢儲母，聖經講噶創世記。咁撒萊咧就見到呢個侍女啊加同自己丈夫有咗生己嘅時候，睇唔起自己啊，咪好似嗰個比利娜睇唔起哈拿一樣。咁所以呢，就撒萊呢就對亞伯拉罕講話：我呢受冤屈啊，我因為你受屈啊，我將我婢女啊送到你個懷裏邊啊。佢家下見到自己有咗新人啊，就輕看我。嗱，大家注意啊，我呢度呢標示咗一個綠色嘅字咧，佢講咗句説話：願耶和華在你我之間處持公道。願耶和華在你我之間處持公道。嗱，呢句話係好啱㗎。咁即係當佢講呢句話，即係表示咩嘢？弟兄姊妹，佢相信咩啊？耶和華係咩啊？係王啊！耶和華掌權啊！耶和華會做主㗎，會替我做主㗎，會為我伸冤㗎。不過講係一回事喎，唱歌都容易啊！要話你坐做為王，講好容唔難㗎。但實際上咧，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，佢點做啊？佢講之後咧，亞伯蘭就同佢講：你嘅婢女喺你嘅手裏邊，你想點樣對待佢就點樣對待佢啦。於是聖經講話，撒萊就點樣啊？虐待夏甲，虐待佢。跟住咧就點樣啊？趕走佢。你都想象到嘛？夏甲肚大，就咁樣被趕出家門。後來嘅事，大家翻去睇聖經，又話係有憐憫、有恩典嘅神，佢就去同夏甲講話：你翻去你儲母嗰度住。我會顧念你，我會眷顧你嘅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話，呢個撒萊嘅反應係乜嘢呢？係咪相信耶和華係去主持公道啊？有冇？如果你相信我主持公道嘅時候，你會咁樣做嗎？你會虐待對方嗎？頭先我哋話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嘛。呢個唔係真係相信耶和華主持公道。哈拿又點樣呢？哈拿每一年都係被對方欺凌欺負，每一年一家人以嚟加拿大兩個妻子去到示羅去獻祭敬拜神。就喺聖殿嘅地方發生事情，因為嗰個比利娜總係講一啲嘅説話，做一啲事情去刺激呢一個哈拿，令到哈拿本來獻完祭一齊食飯好開心嘅，可食唔到飯，食唔落飯啊，喊喺祖面前，年年都是如此。呢個俾人欺負啦，唔係一時啊，一段長嘅時間俾對方欺負。我哋睇下哈拿佢個反應同埋撒萊嘅反應有咩唔同嘛？聖經講話哈拿佢呢喺示羅吃完了就起來，嗰陣時候祭司以利喺耶和華嘅殿嘅門柱旁邊就坐喺張凳上邊。哈拿心裏受苦，就向耶和華禱告，流淚痛哭，並且起誓說：萬軍之耶和華啊，你若是看顧侍女的困苦，紀念我，不忘記你嘅侍女，
賜俾侍女一個兒子，我就必把他一生獻給耶和華，不剃他的頭。哈拿遭遇痛苦嘅時候，個反應係咩嘢呢？有冇以眼還眼，以眼還眼？亦係佢相信神係掌權作王嘅，神係替佢做主嘅啫。呢度話佢帶住受苦嘅心，向耶和華禱告，流淚痛哭。嗱，之前嘅經文話佢痛哭喊到食唔落飯，但係喺丈夫面前，你受欺壓、受痛苦嘅時候，可能你流咗不少嘅眼淚。但係有冇幾時你係嚟到神面前去痛哭呢？為到你所受嘅呢一個委屈去痛哭過呢？今次哈拿唔係喺丈夫面前流眼淚，喺耶和華面前痛哭，佢心裏邊受苦痛哭。佢喺神面前祈禱嘅時候，大家注意啊！佢稱呼神係咩啊？係咩啊？萬軍之耶和華，萬軍之耶和華。嗱，從佢對神嗰個稱呼裏邊啊，我哋就睇出佢絕對相信喺佢呢個痛苦嘅遭遇裏邊，神係作王掌權嘅。萬軍之耶和華呢個名咧，就表示咩啊？就係上主喺一切嘅事上係掌權作王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唔單止喺天上啊，統管萬有，統管天軍天使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，萬軍之耶和華，佢都係統管、掌管人間、世間一切嘅事。特別係佢統管、掌管佢嘅兒女們人生嘅一切嘅遭遇。呢個就係萬軍之耶和華嘅意思。哈拿佢係相信。佢我咁痛苦，佢俾佢對頭比利達欺負，實萬軍之耶和華係知道嘅，係掌權嘅。呢個萬軍之耶和華呢，喺舊約聖經裏邊呢，出現咗284次嘅。呢個詞唔單止係指到耶和華係滿有威榮、無所不勝嘅神，亦都係表示佢係嗰位統管天上地上萬有嘅君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係咪咁樣相信神係掌管你人生嘅一切大小事情？你係咪相信如果神唔允許啊，神唔同意啊，冇一個人可以欺負你嘅？記得喺約伯記嘛，撒旦啊想攻擊約伯嘅時候啊，都要得到耶和華嘅同意㗎嘛，記唔記得？神既然准許、允許有不幸嘅事，有不順意嘅事、逆境嘅事發生咗，發生喺我嘅身上，發生喺我兒女嘅身上，發生喺我嘅家庭裏邊，我相信環境唔係失控嘅，神仍然係掌權作王。當洪水泛濫嘅時候，記唔記得
睇冇睇到鏡頭？呢一個北方最近洪水泛濫啊，啲水浸到屋頂。當洪水泛濫嘅時候，耶和華佢掌權，我係佢兒女，你係佢兒女，佢允許發生，佢一定會為我哋去解決我哋嘅困難。只要我哋讓佢用佢嘅意思，讓佢用佢嘅方法去解決困難，唔係我哋嘅意思，唔係好似撒萊口就講願耶和華為我主持公道，跟住咧就虐待對方。唔係，哈拿係絕對相信耶和華係會為佢伸冤，會為佢主持公道，會為佢解決困難。所以你有冇睇到佢對比利拿有任何一個嘅報復㗎咁樣嘅言語啊、態度行為嗎？冇。佢喺神面前喊，將佢委屈講俾神聽，然後又喺神面前許願：如果你俾我一個仔，我就將佢獻俾你，讓佢終身侍奉你，因為佢相信神唔單止喺佢嘅生命中有主權，神喺佢嘅下一代兒女嘅身上都有主權。我哋睇哈拿係深信神喺佢人生當中有絕對嘅主權。佢喺聖殿裏邊祈禱咗好耐啊，到一個地步呢，以利啊見到佢因為痛苦啊講唔出聲嚟啊，佢心中有許多說不出嚟嘅嘆息啊，個口喺度喐，所以以利呢以為佢呢係飲醉酒，因為當時呢有啲人獻咗祭啊，咁喺聖殿食飯啊嘛，食飯嘅時候啊男啊女啊有時飲下酒噶。飲到酒醉紛紛啊，走咗入去聖殿裏邊啊！咁所以以利呢就以為呢一個女子都係飲醉酒，但係哈拿就解釋，佢話我冇飲醉，我冇飲酒，我只不過係喺神面前傾吐我嘅心意啊！我喺神面前去傾心吐意啊！我將個心啊喺上面前咧傾到。原文裏邊有一句話咧講到祈禱啦，泣臨救榮，你聽過未？泣息你哋聽過啦。我傾到力量，盡力去祈禱。但係泣臨救榮係咩啊？就將我心啊倒晒出嚟，咩意思？即係傾心吐意，呢個就係哈拿嘅禱告嘅嗰種嘅心境。佢相信耶和華會為作主，佢喺神面前喊，佢喺神面前禱告。佢話：我因為極度嘅受苦同埋激動，所以我一直傾訴喺神面前，一路到傾訴到家下。好啦，祈完禱啦。聖經講話，當以利同佢講話，你平安嘅回去吧，願耶和華，願以色列嘅神將你所求嘅賜恩俾你。哈拿就話：願你嘅婢女喺你嘅眼前蒙恩。嗱，以利呢見到佢咁樣充滿痛苦咁喺神面前祈禱嘅時候，都同佢講咗啲祝福說話。咁然後呢，聖經講話，於是這婦人回去，並且吃飯，臉上再沒有愁容。請問大家，當聖經講話這婦人回去並且吃飯，臉上再沒有愁容，呢個時候神俾咗佢懷孕未？懷孕未？未。
呢個就係信心啦。信心係咩呢？唔係等到事情解決咗啦，咁先話我相信神，唔相信神。唔係，信是未見之事的確據，係嘛？所望之事嘅實底，希伯來書咁樣講。哈拿相信神聽咗我祈禱啦，佢係萬軍之耶和華，佢會為我作主噶，佢為我伸冤噶，為我解決我困難噶。所以呢，祈完禱，佢就唔再受苦啦，佢就翻去吃飯啦，臉上不再有愁容。你睇到上邊嘅呢一個四幅畫，描述佢嗰個嘅改變啊，從一個心裏受苦，慢慢就不再面對愁容，因為點解？相信耶和華聽咗祈禱，佢會用佢嘅方法去回應佢嘅禱告。咁聖經裏邊記載哈拿返到屋企之後，佢丈夫同佢同房，就生咗一個仔，取名叫撒母耳。撒母耳呢個名嘅意思係話，因為呢個仔係我從耶和華嗰處求嚟㗎。後來呢，佢就將個仔戒咗奶之後，就同丈夫將個仔送到呢一個嘅聖殿，交俾祭司以利，因為呢個係佢神面前所許嘅願。佢實現佢向神所許嘅願，佢相信神喺個仔身上有主權。今日我哋教會有時候都為到一啲嘅夫妻兒女舉行獻嬰禮，或者你本人都係父母當年細嘅時候將你獻俾神㗎，又或者大家你都有為你嘅兒女，將你兒女帶到呢一個禮拜堂請牧者為佢舉行呢一個獻嬰禮嘅。獻嬰禮係咩啊？就係相信神喺我嘅仔我女生命當中係有主權嘅，神喺佢哋生命當中係掌權嘅，神係佢哋生命中嘅王，神要使用佢哋，我願意讓神使用佢哋。哈拿就係咁樣，同佢丈夫，神俾到個仔，因為我哋許咗願，行咗獻嬰啦，佢哋家下就帶到聖殿，好似獻嬰禮咁樣嘅，就將撒母耳留喺聖殿噶啦，讓佢終身侍奉耶和華。呢個就係神作王掌權嘅意思。神在我生命中作王掌權，神都喺我嘅下一代兒女身上作王掌權。你相信嗎？呢個係咪你嘅相信信服？我哋感謝主，哈拿，我哋從佢嘅生命同佢身上，我哋學到一個功課。人落喺呢一個嘅不幸、不順意、痛苦、逆境嘅遭遇裏邊嘅時候，我哋應相信神喺我生命中作王掌權，佢會主持公道，佢為我伸冤，佢會幫助我，佢為我解決困難。我要做嘅係咩啊？喺神面前傾心吐意，甚至流眼淚禱告，然後等候神去彰顯佢自己嘅奇妙作為。記得祈完禱啦，面不要再帶愁容啦，繼續你嘅生活，等待神去彰顯佢嘅作為。第二章嘅1到第10節係咩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就係稱為哈拿之歌，哈拿所作嘅一首詩歌。時間關係，
我哋唔讀晒呢10節，不過前邊嘅嗰2節啊，哈拿一開始佢嘅讚美，佢話：我嘅心因耶和華喜樂，我嘅國因耶和華高舉，我嘅口向仇敵大大誇耀，因為我以你的救恩為樂。沒有人像耶和華那麼聖潔，因為除你以外，沒有別的神，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。佢一路唱讚美。當神應允禱告啦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要讚美他，因為我哋嘅神，他是王，他作王掌權，直到永遠。願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喺我哋每天嘅生活去經歷神是我嘅王，神作王掌權，佢會引領我嘅每一天。我信靠佢，相信佢帶領我嘅每一天嘅生活。我哋唱一首詩歌，宣道詩第75首。耶穌領我，耶穌領我，我心歡喜，蒙主引導，平安無比。無論日夜動靜起坐，有主耶穌時常領我。耶穌領我，日日領我，耶穌因主親手領我。我願終身跟主腳蹤，因蒙恩主親手領我。耶穌領我，我心歡喜，蒙主引導，平安無比。無論日夜動靜起坐，有主耶穌時常領我。耶穌領我，日日領我，耶穌因主親手領我。我願終身跟主腳蹤，因蒙恩主親手領我。有時遭遇困苦憂傷，有時大得快樂吉祥，賜去歡騰與神還託，萬愛萬安耶穌領我。耶穌領我，日日領我，耶穌因主親手領我。我願終身跟主腳蹤，因蒙恩主親手領我。原來主手同走一生，從這地步這到天死，與父見奉兩般解開，因主耶穌聖手領我。耶穌領我，日日領我，耶穌因主親手領我。到時行完一世路程，內惡外敵靠主全勝。到時行完一世路程，內惡外敵靠主全勝。死與冷河我不怕過，到嚟耶穌始終領我。耶穌領我，日日領我，耶穌因主
親手領我願終生跟住腳蹤，因蒙恩主親手領我。呢個時候，讓我哋預備我哋嘅心，我哋領受聖餐，願主耶穌基督十架嘅愛我哋到底嘅愛，再一次嘅激勵我哋。我請凡係已經領受咗洗禮、歸入主名下嘅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你預備你自己領受聖餐嘅，請你站立。請凡係信咗主、洗咗禮弟兄姊妹，預備好領受聖餐嘅，請你站立。嗱，你信咗主未洗禮嘅，請你繼續坐喺座位上，好盼望喺不久嘅將來，你都能夠受洗，我哋一齊領受聖餐，思念主嘅愛。我哋遵照聖經嘅教導，喺領受聖餐之前，我哋先省察自己，在主面前認罪悔改，求主寬恕赦免，然後我哋才領受聖餐，免得我哋係干犯主嘅身、主嘅血了。我哋喺呢個時候，個人安靜片刻，在主面前省察自己。愛我哋嘅主，當我哋喺你面前省察自己嘅時候，主啊，我哋承認喺不少時候，雖然我哋信咗主，我哋受咗洗，我哋本應要按照你嘅心意去做每一件事，去思想，去講說話，去行事為人，一切都要按照你喺聖裏邊嘅教導而行。但主，我哋承認我哋喺不少時候，我哋仍然係偏行己路，不少時候我哋仍然係任意而行，我哋只係做自己眼看為正為對嘅事，我哋只係做自己心中以為看為對為正嘅事，卻不知道我哋其實係得罪了你，又得罪了人。主啊，我哋懇求你憐憫我哋，寬恕赦免我哋，求主耶穌基督嘅寶血遮蓋塗抹我哋一切過犯。因為我哋常在言語上、思想上、行為上得罪了你，又得罪了人。當做的事，我哋沒有盡心去做，我哋沒有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嘅愛主我哋嘅神，我哋也沒有愛人如同我哋愛自己一樣。不當做的事，我哋卻做了。神啊，求你寬恕赦免我哋嘅罪。主耶穌，我哋嘅救主，願你嘅寶血潔淨塗抹我哋嘅過犯。主啊，願你嘅愛再一次嘅激勵我哋，幫助我哋。主啊，從今以後，不要再任意而行，不要再過呢一種係做自己看為對為正嘅事，乃係要過一個主啊
我哋去做你看為正為對嘅事，去講你看為正為對嘅說話，去思想去諗你看為正為對嘅事情。願你幫助我哋，讓我哋時常都討你喜悅，愛你也愛人如己。願聖靈喺呢個時候繼續對我哋每個人講說話，主個愛充滿我哋當謝你，誠心禱告，將我哋交託，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求。請相禮嘅堂委到台前嚟。聖餐進行嘅時候，我哋唱宣道詩262首 A 聖餐。主耶穌同埋佢門徒一齊食逾節晚餐，然後佢就上十字架為眾人嘅罪死。喺食逾節晚餐嘅時候，主耶穌就親自設立聖餐。主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擘開，遞俾佢嘅門徒。主在凡於深切祈禱，父在懷有無比歡樂與極其苦惱，可能將主忘記，主釘十架。我每思想，全部在徒勞地真對羔羊，為我獻上，必定將主賜給。我念主父，我念主大，念主愛我自己，尚有呼吸，尚有血脈，我終將主永記。待至臨終不能說話，念主仍然不息，主再降臨，從天而下，懇求亦將我記。待至臨終不能說話，念主仍然不息，再降臨。
主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，就擘開遞俾門徒說：這是我嘅身體，為你們嘅緣故而俾擘開嘅，你們應當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我哋一同領受思念主耶穌嘅大愛。晚餐之後，主耶穌拿起盛滿葡萄汁嘅杯，遞俾佢嘅門徒。我哋繼續讚美我哋嘅主，讚美讚美。讚美讚美耶穌我親愛的救主，全地中央救主人愛獻命。讚美讚美天上群眾同歌頌主，歸榮耀都歸我主聖名。耶穌我牧人，保護我們如小羊，眾人懷抱面被朝陽受傷。讚美讚美，傳揚他極大的仁愛。讚美讚美，頌揚主名萬代。讚美讚美，耶穌我親愛的救主，為人罪過，受死在十架上，被人聆判，永生希望在於耶穌，歡呼讚美，我罪耶穌擔當，讚頌主聖名，吹進心裏自憂傷。讚美讚美，讚美讚美耶穌我親愛的救主。讚美讚美，耶穌我親愛的救主，天上群眾和散那個高牆，並且長天永遠歌頌救主耶穌，家君君和先知大祭司長，基督必一來，無世不屈共崇拜，權能榮耀都歸主至萬代。讚美讚美，傳揚他極大的仁愛。讚美讚美，頌揚主名萬代。主耶穌拿起盛滿葡萄汁嘅杯，遞俾門徒說：這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，係為你們嘅罪而流出嘅，使你們嘅罪得到赦免。你們應當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我哋一同領受思念主耶穌嘅大愛。親愛主，我哋多謝你。
願你幫助我哋，永遠都不要忘記主啊，你對我哋捨命流血個愛。當我哋喺苦難當中嘅時候，讓我哋記得主啊，你曾經為我哋受苦受死，又為我哋復活。你對我哋嘅愛係永遠沒有改變。你既愛世間上屬於你嘅人，你就愛他們到底。感謝主，我哋深深嘅經歷咗你嘅愛。願你差遣我哋回到自己嘅地方，去到世上，進入人群嘅中間，傳揚住你嘅愛、你嘅犧牲、你嘅救贖、你嘅復活、你嘅再來，直至到主耶穌再來。我哋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求。大家請坐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感謝主帶領我哋今天早上嘅敬拜主嘅聚會。咁呢個時候呢，有幾項嘅家事呢要同大家去報告。喺報告家事之前呢，我哋要歡迎我哋中間嘅一啲嘅朋友弟兄姊妹，有嚟自海外嘅李海婷弟兄，請你站立；黃恒子姊妹、歐仲賢弟兄，然後陳淑瑩姊妹歡迎你，歡迎你，請坐，請坐，請坐。你全部都係嚟自加拿大係嘛？歡迎。咁我哋呢就有一個報告，就關於一個嘅我哋華委會喺11月8號嗰個星期六早上8點半，我哋喺恩光堂謝容恩光堂舉行嘅呢一個嘅福音聚會。呢個聚會名叫做真正嘅感恩，係福音性㗎。咁先聚會，然後中午有聚餐。咁我哋呢就對象呢就係40歲以上嘅親友。咁華委會有成10間嘅教會㗎。咁其中有2間就我哋同埋我哋嘅柱堂，咁就分配親友嘅名額。我哋同埋柱堂呢係40位親友，咁我哋嘅宣恩堂呢就認領5位親友。咁就為咗鼓勵大家邀請親友出席，因為我哋有聚餐，所以我哋有呢一個收費㗎。咁就每一個人呢就係10萬粵幣。咁如果弟兄姊妹你有邀請親友㗎，咁就我哋會送俾你嘅親友，你所邀請親友送俾你嘅親友，送俾你邀請親友係1位親友。即係話，如果你係邀請親友㗎，你就要付你自己嘅餐費，你嗰位親友嘅餐費就唔需要付。不過記得教會只係送俾你所邀請嘅親友係1位啫。如果你請2位親友以上，第2位嘅親友嘅費用你都要去付㗎。咁所以呢，呢一個係鼓勵大家去邀請你嘅親友出席呢一個嘅11月8號嘅星期六早上嘅呢一個聚會。下個主日係截止啦。雖然講下先係截止，但係額滿呢，一夠額咧名額呢，我哋就截止唔再收啦。所以大家如果你有親友，你諗住邀請佢係11月8號嘅早上去參加呢一個嘅福音聚會，然後中午一齊用餐㗎，你同堂委會去登記。咁就記得登記嘅時候，你都去納埋呢一個費用。每一位係10萬。我哋都為到呢一個嘅福音做祈禱，因為10間堂會咧，我哋預算係請180位親友嘅，180位。咁就分配個名額我哋2間堂主堂分堂係40人。
嚇。咁我哋都為呢個聚會祈禱，求神咧係賜福我哋嘅呢一個嘅華會舉辦嘅福音聚會啊。咁然後華委會就會喺下個星期一，我哋會舉辦呢一個今年最一期嘅聖經基礎班。今次嘅科目係各宗派與異端由許堯輝牧師授課。咁所以請本堂啦，你讀開㗎，你係正規生㗎，你同辦公室去確認你會上課。咁我哋都歡迎一啲弟兄姊妹咧，你洗咗禮，咁你都可以旁聽。不過旁聽生咧要有堂主任推薦嚇。咁我哋鼓勵大家試下上課。呢一個係即係一個嘅課程，幫助我哋去裝備我哋自己，讓我哋嘅生命成長更好嘅去認識神嘅説話嚇。咁我哋咧願主賜福俾教會嘅未來嘅即係聚會我哋一齊站立，我哋讚美三一神。讚美天父愛世慈人，讚美耶穌代贖兇人，讚美聖靈愛我謀殺，讚美三位合一真神。我們在甚願三一神，願天父豐盛的慈愛，願救主耶穌基督奇妙救贖嘅恩典，願聖靈無限嘅安慰體恤扶持，常與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弟兄姊妹所親愛的家人同在，特別與身體軟弱生病嘅弟兄姊妹同在，從今時直到主耶穌基督再臨。大家請坐。今日我哋嘅崇拜禮成，我哋一齊唱祝福歌嚟到彼此祝福。我哋已有請主任牧師領詩班先退席。願主的愛與你同在，無論你在何方，願他祝福你心靈安康。主的奉獻係基督徒嘅本分，請大家將你嘅奉獻放喺我哋前後嘅兩個嘅奉獻箱裏面，願神大大嘅賜福大家。
晏晝2點半我哋有喜樂團契嘅聚會，請團友記得出席。